尾声，神界轮回，20年的轮回。中国有句俗语，冤有头，债有主。而在1976年10月，这个被英明的党中央揪出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似乎就是所有灾难的制造者。于是从1977年至1989年，在西藏年年都要纠正发生在文革中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皆被归结为远在北京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90年以后不再提及，似乎是所有的错误已然纠正。文化大革命似乎成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不必再提。可是时光可以倒流吗？人生可以重来吗？1976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11周年的当天，毛泽东死了。1个月后，发生在北京中南海里面的事件，在中国大地引起大地震式的动荡和改变，也在西藏东部的康地引起连锁性的强烈反应。在这2幅照片上，画面中虽然还是有我们熟悉的情景、军人、民兵、红旗、标语，以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但标语牌上的内容已经变了，一个新的名字出现了：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表明毛的时代结束了。人人高呼万寿无疆的毛泽东死了，他的接班人是在1975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时到过拉萨的华国锋。藏人们对他并不陌生，有关他的故事不胫而走。据说那年华国锋大驾光临，见酷爱畅饮青稞酒的藏族人民使用一种又笨又重的土陶圣酒，顿生恻隐之心，特意令北京某塑胶制品厂设计制作了一种两边有耳、形状略扁的塑胶壶。善于感恩的西藏人民便亲切地称这个塑胶酒壶为华主席。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10月6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西藏党政军民热烈拥护。10月23日，拉萨地区各族军民6万多人举行了声况空前的庆祝大会，在党政军负责同志带领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大会，向党中央发了贺电。那么华主席是毛主席的转世吗？然而没过多久，华主席就被邓小平打倒了。重新组阁的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10年浩劫。接替任荣担任西藏第一把手的英法堂也宣布，就西藏文革的实际情况来说，在有的问题上轻些，在有的问题上重些，总的说是严重的，出现在这个特殊地区就更严重。王立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这样评说：曾几何时，毛泽东替代达赖，共产主义替代佛教的神界轮回似乎必将万代不变，却没想到这一圈的轮回竟是如此短促，仅仅20年的时间又开始了另一轮逆转的轮回。是的，从1959年达赖喇嘛以流亡者的身份离开西藏，至1979年达赖喇嘛派遣使者重返西藏，仅仅20年的时间，在所有藏人的心中，轮回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牛鬼蛇神重又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战人士，继续扮演政治花瓶的角色。西藏的老百姓重新拿起念珠和转经筒，走进重新修复的寺院，朝拜重新塑造的佛像。在他们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人类杀机是一场令人发疯的噩梦。2003年2月，在大昭寺的讲经场松丘爪哇的石阶上，自愿在寺院当清洁工已有17年的强巴仁钦
翻看着这一幅幅照片，怀着一个75岁老人的沧桑，翻来覆去的念叨：从我的经历来看，我是很革命的。可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感到自己造了很多的孽，所以我经常祈祷，下辈子千万不要投生为汉人，不要投生在有汉人的地方。我过去是哲蚌寺的僧人，但这么多年以后，我再也不穿袈裟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干过革命，在居委会工作过，当过民兵，文化大革命时又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再穿袈裟的话就不合适了。穿袈裟是要遵守很多戒律的，可是我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其实我很想穿袈裟，但是我不能穿，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了。在破四旧的时候，我砸过嘎林果溪，我还把我老师收藏的经书全都烧了。那些经书都是老师在1959年以后悄悄从布达拉宫里搬出来的，是宗喀巴大师的语录，再珍贵不过了。可是文革来了，不敢收藏，只好烧了。当时有一个尼泊尔人跟我一起烧，我们都流泪了。我们把烧完的灰倒在了拉萨河里。那时候我们就这样把宗教放弃了。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的存在。我会一心一意的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在2003年藏历新年前夕，强巴仁钦老人跟着大昭寺的僧人们一起制作供奉诸佛菩萨的酥油贡品。当我举起相机，他朝我绽开了我最后看见的微笑。这是强巴仁钦老人随手在一张纸上画的嘎宁古西塔，画的之利索，就像这座塔已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其实他在余生都为自己砸过这座塔而后悔。回忆当时情景，他说：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滋味，不管怎么说，我过去是僧人，现在做这种事情，这是有罪孽的，可是不革命又不行，所以我就默默地许了一个愿，但愿我的来世投身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修一座跟这一模一样的塔。这年11月底，藏历甘丹安区燃灯节纪念格鲁派宗师宗喀巴的诞辰于圆寂的前夕，强巴仁钦在他靠近松觉罗瓦的小屋里去世了。当晚，大昭寺全体僧人为他诵经，超度他的灵魂，并在把他送往天葬台的深夜为他祈祷。这应该说是令他最满意的安排了。只是强巴仁钦至死也未能穿上他曾经穿过的袈裟，那象征修行者无染一生的绛红色袈裟，却也象征了强巴仁钦生命中最大的幻灭。1999年12月至2005年9月写于拉萨、北京。补充：这是写作《沙结》第1版的时间。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
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